好多病人問暗瘡成日都復發，究竟有啲咩因素？暗瘡復發嘅因素有內在同埋外在。內在嘅因素第一樣就係荷爾蒙嘅轉變。荷爾蒙轉變包括青春期、生理週期。如果精神受到壓力或者遇上疾病，例如一啲婦科病、卵巢多囊症。如果體毛過多或者生理週期延遲，就要懷疑自己有冇患上卵巢多囊症，就建議睇婦科醫生驗一驗荷爾蒙水平。雄激素增加嘅後果就會刺激皮脂腺分泌加劇，如果再加上毛孔堵塞，就好容易造成暗瘡復發㗎啦。另外就係遺傳因素，有啲家族入面係好容易長暗瘡嘅，通常佢哋嘅皮脂腺都係非常之活躍，油分分泌過多，加上毛孔特別容易堵塞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，用護膚品就唔好用啲太油膩嘅，因為容易塞毛孔。仲有，如果患上咗嚴重暗瘡，暗瘡係真係可以不停復發嘅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就要尋求醫生嘅意見，睇下需唔需要搽藥或者食藥嚟到控制暗瘡。第二就係外在嘅因素，首先就係皮膚護理不當，例如喺化完妝之後冇徹底卸妝，令到毛孔堵塞，導致暗瘡。第二就係不良嘅生活習慣，例如高糖分嘅食物、乳製品、啲煎炸嘢，亦都可以刺激油脂腺分泌加劇。仲有就係精神壓力大，例如考試、工作壓力、捱夜唔夠瞓，呢啲亦都會刺激油脂腺分泌增加。所以我哋應該減少食高糖分食物、乳製品，早睡早起，做適量運動減壓。第三就係外在環境刺激，潮濕嘅天氣亦都會導致到毛孔容易堵塞。先排有疫情，成日戴口罩，亦都會增加痘痘嘅形成。解決嘅方法就係如果需要戴口罩，就要定期換口罩。如果油脂腺分泌過多，亦都可以中午時間洗一個面。俾啲 tips你，如果患上咗痘痘，千祈唔好大力擠佢，因為擠佢嗰時係可以製造嚴重嘅皮膚創傷。仲有，如果擠爆咗粒暗瘡，嗰啲膿滲入咗皮膚軟組織嗰度，亦都會令到發炎加劇，亦都會增加留下永久疤痕嘅機會。所以如果有嚴重暗瘡，都建議盡快睇醫生、搽藥同埋食藥。